北区国公所结合台南市花社慈善会，伫理事长高建志的带领之下，贡献爱心，捐赠北区206位多基长辈，每一人600块的红包甲一个物资，俾予多基长辈感受到社会温暖。我们借由这一次的爱心发放的一个点，然后透过区公所的一个面，好，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扩大的一个延展。然后呢，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次的活动，在更需要帮助的一些爱心户的一些社会的角落当中，我们可以把他们寻找出来，然后借由我们的义工在做我们的再一次的访视，然后呢，需要把他们更深层的需求跟他们的需要的一些物资或者是说金钱上的一些帮助，我们再做更进一步的一些帮忙。北区区长李丰兴特别致敬感谢状，予台南市花社慈善会，感谢因的爱心甲协助，予大基长辈伫过日子袂感觉孤单。大基的照顾伫用市长的任内，伊就非常的重视所以我嘛是要求公所这边来普查伫咱地方有一寡独居的长辈适时会使提供互因来做一个帮衬，嘛会使来做一个慰问伫咧遮呢，咱毋茫讲透过今仔活动会当搁互咱的社会所有的善心人士搁较关心到咱独居的长辈。北区区公所表示，希望借着这次的捐赠，会当抛砖引玉，互社会各界持续投入公益，互区内弱势民众感受到来自社会关怀甲爱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